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明年的立委选举，国民党派出着袂少的帅哥美女，像这个台北，民进党的吴怡农要拼国民党的蒋万安。大问题的台湾民众党，毛学者黄静莹甲台北市政府的基友蔡宜芳，这两张王牌。中南部高雄市国民党的立委黄韵涵，南投立委柯淑华，嘛拢是拍美女牌。专家讲，帅哥美女出来选。 毋若拼网络的声量，嘛会当抢到少年人的选票。这个少年的做运动引起人的热情，另外这个嘛好现场的女记者心肝头瞥瞥彩。平常在家就做伏地挺身。那现在可以做一下。大家不要闹了嘛。吴怡农要对决家庭主妇上爱国民党立委蒋万安，另外一个焦点是台北市副发言人黄静莹。希望就是未来一切都可以心想事成。 因也代表参选台北市第一选区，来对着新潮流美魔女吴思瑶，国民党的美女刺客，也有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基友蔡宜芳。就是我不避战，那也不畏战。闪闪啊，长头毛若是上阵，将会对着民进党市议员柯淑华。立委的选举唔是干那拼水尔，还阁有名青面。有淡水蔡林外会民进党立委李顺玲对小谢镇有洪明凯。 再来看高雄市国民党的立委黄韵涵，高雄市议员陈美雅、陈丽娜嘛挑战立委的选举，新力女超人南投立委柯淑华争取连任，大家拢比水的更爱维持社群的声量。这些俊男美女作为年轻的刺客来讲哈，他的目标对象就是年轻族群。北部的选民来说比较挑剔，南部人哈会比较阿萨里。 所以呢，他们也喜欢哈，能够跟我互动，喜欢跟我把诺把感情。201立委的战场，俊男美女互相咧对决，靠外表炒热声量，也过选民期待，嘛是爱以专业度来拼关键。